當局規定輸入勞工嘅人工要達到工資嘅中位數，僱主仲要提供住宿等等。大概30歲嘅黃成達年半前經輸入勞工計劃嚟香港，喺一間食肆做樓面。嚟到呢度呢就好夜咯，都差唔多10點半左右咯。我就直接翻去噶啦，想快啲沖涼瞓覺。佢同另一位同事獲僱主安排住喺呢個大概100尺嘅劏房。呢晚同房宿友未返到，佢可以輕鬆一下。黃成達嚟自廣東嘅開平，自細係香港一隊樂隊嘅歌迷。呢首歌以幸福做主題。黃成達話：雖然自己一個嚟香港做侍應，但係人工有15000幾蚊，收入比喺鄉下嘅時候高出超過2倍，亦都終於有能力俾父母享下福。佢而家再聽呢首歌都特別有感覺。我個人收入多咗，起碼幫到屋企多咗咯。因為而家老豆老母就年紀大啦，冇工作，咁咧俾啲幫助佢哋，等佢哋可以有啲經濟消費咯。咁辛苦養大你，咁你而家出到嚟工作揾到錢啦，自然都要回饋啲俾佢哋咯。但係政府上個月中公布收緊補充勞工優化計劃，原本食肆請2個香港人就可以申請請1個輸入勞工，而家要請3個先得。現有嘅輸入勞工完成2年合約之後，僱主要用新嘅人手比例重新申請配額，估計部分輸入勞工唔能夠續約。你而家新政策3:1，公司面臨嘅就縮減人員，唔會請咁多外勞。如果我哋唔請外勞呢，我哋就約滿又要翻去噶啦。即係如果對於想繼續落嚟香港做嘢嘅呢，又要通過中介重新揾工，嗰個時間呢都比較耐，然後呢又要重新花費一個中介費。唔想走人，佢話勤力返工只係基本，更加重要嘅係增值自己。Chili sauce。黃成達做嘢嘅食肆係位於旅遊區，佢認為如果學識英文，續約嘅機會會大啲，所以而家晚晚都自學英語。我而家嘅短板呢就唔識英語，無法同啲外國人溝通。你而家即係